无回应吼。新年恭喜！中间应该有真侪语言伫咱中间吼，就是台语，嘛讲华语、国语吼，有讲客，应该无客家兄弟吼，客语，搁有日本人哪三个来无？无人说，日本人吼，日语，嘛有美国转来的英语，安尼咱听其中来甲。安尼甲我甲讲一遍好无？各种的五种的语言，拢来讲一遍新年恭喜。来，台语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，客家有人会晓？新年恭喜。新年恭喜！哇！新年恭喜！哇塞，来，日语有人会晓无？新年我们到啊，对无？新年我们到，新年恭喜！来，英文请这美国人来。Happy New Year！ No， 这是旧年，我唔知。Happy Lunar New Year。哦，旧年的年。这阴历、农历再说一次。Happy Lunar New Year。好 ，Lunar， 旧历啊，旧历。我我嘛是去看着，再去学着的呢。所以今日我来学一句啊吼，我来咱对头开始啊，搁一摆吼，5种的语言。来，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，新年恭喜。好啦，新年我们来到，来 ，Happy Lunar New Year！ 今日是新正礼拜，新正的穿啥礼拜？是礼拜咱来应景，我看你即摆今日开始吼，甲咱休困的中间，拢会听到这条歌啦，对无？但是咱毋是要唱咧呢，咱就是唔是要唱。袂听大家悄悄不是啊，我唱这啊。新车车来参加，青霞礼拜祝福大，大家三甲来敬拜，阿老我主上帝，恭喜恭喜阿老主呀，恭喜恭喜敬拜主。咱来一段吼，咱来念出来好无？无念出来，咱念你唱的无字的。好，来，新正初一来参加，青霞礼拜祝福大，大家三甲来敬拜，阿老我主上帝，恭喜恭喜阿老主呀，恭喜恭喜敬拜主。OK， 安尼不然吼，会晓吼，咱唱俩，咱第二集的，我咱第二集先来全录，来放第二节歌词，来。新的一年要开始，上主赐福咱明在，头前一年的路在，主要保守。
无落厝叫卖酒吼。啊，你有较生活，咱搁唱一摆了，咱搁唱一摆了，再来下集女声第二人称，好，搁唱一摆，共同来唱一摆。真正找你来参加，亲切的来祝福我，大家三个来敬拜，无落我自上面，恭喜恭喜无落厝呀，恭喜恭喜第二站，新的一年要开始，上主赐福咱人在，头前一年的路程，主要无想大路，恭喜恭喜无落厝呀，恭喜恭喜敬拜，对的来。新的一年要开始，上主赐福咱人在，头前一年的路程，主要无想大路，恭喜恭喜无落厝呀，恭喜恭喜迎来主。哇，新年恭喜吼！啊，咱应景来唱啊！有人讲要唱一摆吼，啊，讲要甲主播的款。来，咱游玩吼，我跟你讲，咱即摆唱的时阵，恭喜恭喜，拢总兄弟姊妹斗阵来。哦，第一站请女声，第二站请男声，但是恭喜恭喜的所在，咱拢斗阵唱。新正七日，啊！你20日几号的时阵，全家团圆，真欢喜吼！啊，这是咱的风俗，这是咱世代传落来咱华人就是安尼，伫几号年，全家人拢倒来。但是吼，有万有一寡人是工作关系亲像，也会国军也好，海巡的也好，警察也好，因去顾咱的民安安全，因袂当去但是咧，道路咧，可能倒转来全家团圆来袂咯。我毋知你是啥物款的心境，是真欢喜，献上所有感谢落，应该为了前拢会祈祷吼。吼，献上一年所有的感谢，伫上帝面头前，佫祈求咱新的一年要开始。咱要踏出勇敢的脚步、信心的脚步、坚定的脚步，是不是安尼？无论咱头前的一年要拄着啥款的境遇，是好是歹，是欢喜，是忧愁、痛苦、快乐，拢好，咱拢要把握一项就是啥物？坚定瓦靠现实的对咱，过来上主的恩典。咱要挖靠圣贤的对咱，要挖靠上水恩典，互咱伫头前一年是踏出我拄仔讲勇敢的脚步、信心的脚步、坚定的脚步。特别咱教会头前的一年，1.5有足多的时间摆伫头前，让因为咱大家着三人心，真正用现实的对咱。上主的恩典，咱来踏出咱头前新的一年，无论拄着啥物款的试炼，无论拄着啥物款的挑战，咱拢要赢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是差不多咱即摆差不多国歌尔吼，天边的恩典真正大，好，来。Yeah.
手啊，你有电视台到袂欢迎，你的路径，我排落就是遮尔好的路径，啊，你若真欢喜嘛是千万感谢你。今日是生车车，因至少是我的时阵，我想大人每一个人拢无共款啦吼，袂要紧，但是咱出声无论大声，是咱的心，袂骗到上帝吼。好，咱最后搁念一遍，就要来开始今日的。